主后2023年10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主已经审查专案。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第3章第10到15节。看咧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要对耶路撒冷甲犹大，拄起因所挖刻、所遗挖的，就是所挖刻的美娘所遗挖的水，拄起勇士甲战士、审判官甲先知、卜怪甲长老，拄起管50个兵的军官，甲有地位的人士、参谋、敖的师傅，行法术的。我要互囡仔做因的领袖，互婴仔做因的统治者。人民会互相压迫，人攻击人，厝边攻击厝边，少年人对老人无礼，卑贱的侮辱尊贵的。人会伫亲族的中间扭伊的兄弟，讲：你有外炮，你着做阮的领导者来处理这个混乱的境况。迄时，伊会大声应讲：我袂当甲恁医治，我厝里无食米，嘛无外炮，恁毋通叫我去做人民的领袖。耶路撒冷已经衰败，犹大已经倒坏，因为因的言行举止拢敌对上主，反抗伊威严的临在。因的面相显露因无正直，因亲像索多玛，顶家己的罪拢无暗看，因受灾祸，罪该应得。着甲正直的人讲，因为万事亨通，因为因为享受家己行为的果子。社会人惨啊！因为拄着灾难，因的手安怎对付人，嘛袂安尼受报应。我的子民会受囡仔欺压，会互妇人人管辖。我的子民啊！恁的指导者带恁行迷路，互恁行的方向错乱。上主上庭控告，伊起来要审判伊的子民。上主对伊的子民的长老甲官长提出告诉：恁吞食葡萄园，恁的厝内有对散车人抢来的财物。恁哪遐好胆压制我的子民，冷喙散车人的面？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。上主已经审查专案，已经建构一段时间的犹大王国，伫享受兴盛以后的安逸生活中，逐渐失去对上帝的信靠。转身看重外在物质的享受，所以上帝摕走因的食米、甲水等日常所需要的一切，也除掉因的领袖，也就是因所仰重的权势。照着安尼，互人转来到上帝面前，重新挖靠伊。通想象，当民生出现问题，阁无好的领袖来管理，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秩序的确陷入混乱。一旦选错领袖，搁较会互规个国家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民生等秩序崩溃，互不公不义、欺压、暴力频传。若无人出面收拾残局，情况只会愈来愈惨，互人看袂到未来甲希望。归根究底，犹大国的问题出在伫
国家对顶到下拢远离上帝，无搁再听叹上帝的话。人一旦远离上帝，就会犯罪。上帝无欢喜掌权者欺压、欺诈甲欺负人民，伊要亲自审查、审问甲审判。2001年3月15日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示威，抗议者因为看到国家长期贪腐、失业率高升、高压统治，期待透过示威诉求民主改革、释放政治犯，搁呼吁废除紧急状态法，终结贪腐。结果却引发镇压，致使人民群起反抗，战火一发不可收拾。叙利亚内战到今10多年，造成数百万人民伫国内外颠沛流离、惊慌悲惨。互人印象上深刻的，应该是2015年一名叙利亚籍库德族3岁的查某囡仔艾兰库德，跟厝里的人逃难的过程中，伫地中海都市倒趴伫海坪。这事件引发国际关注，也有人感受到经文所描述的惨况。咱来为着世上的战争祈祷，求上帝掌权。我的囡仔读高中了后，伫学校遭受霸凌。霸凌我的囝的人，拄好是小学时期就欺负过伊的同学。同学霸凌阮囝的方式，包括踢笑伊的身材，以及因为基督信仰，找真侪人排斥伊。也有更较过分的，同学的老母搁到校门口当我的囝，讲要代替爸母管教伊。我身为牧师，面对家己的囡仔受霸凌，心中真正悲苦。若要找相关高层关切，搁担心互冠上牧师无疼心的恶名。若放恬恬毋出声，搁惊囡仔长期受欺负。最后，阮选择甲一切交托互上帝。一方面，阮倚靠上帝，毋是倚靠人的势力，免得犯罪；另外一方面，阮带囡仔读经祈祷，为对方代祷，搁鼓励囡仔用合宜的方式勇敢面对。感谢主，当阮选择甲主权交互上帝，毋若单单看见囡仔的成长，囡仔也亲自经历到上帝的同在。拄到问题的时，咱袂可客气，还是认命来处理，因为深知上帝的确会出手。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所讲的，上帝最后毋但发出声，也起身出手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是毋是遭遇不公不义的代志，需要求救上帝呢？甲咱的苦情讲互上帝知，伊的确会审查。伫生活中，我是毋是遭遇不公不义的代志，需要求救上帝呢？甲咱的苦情讲互上帝知，伊的确会审查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。伫生活中无犯罪，无得罪你，无远离你。伫审判的时，犹原徛会在。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